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咱搁同心聚集伫上帝的圣殿。毋知大家有期待即个时刻？毋知大家有每一礼拜拢真较无等待即个时刻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用较无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如果若有，安尼无需要问恁，咱来到教会要做啥物？可能大多数的人拢讲我来到教会就是要做礼拜啊。安尼，我要继续问恁：伫礼拜中间，你有做啥物款的代志？有啥物款的代志你应该做却无做？有啥物款的代志你无应该做却做？这就是这几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探讨面对的问题，互咱做伙学习安怎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上帝。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开力，会当帮助阮更新调整阮的生命，互阮有正确的观念，明白你的心意，要会当领受开力，照你的心意去行。求主即时安静阮的心，帮助阮好好来听你的话，思考你的话。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可能大多数的咱的兄弟姊妹，咱自细汉也是讲对慕道开始，可能逐礼拜拢有一遍，咱会来到圣殿参与教会礼拜。因为咱礼拜的即个流程、的仪式、的程序，拢差不多，有即款的传统。但是，若逐礼拜拢按照安尼做，可能会引起一寡错误的感觉，讲咱的礼拜就是安尼。有时阵一寡代志变成做例行的公事的时阵，就会变做形式化。特别是参与礼拜过程中间，若咱对一寡程序无了解，咱无明白伊的意义，就会互即个礼拜形式化，失去伊的意义。安尼就无法度达到伫礼拜中间，透过上帝的祝福，互咱的灵命更新的一个新的境界。所以牧师要用2礼拜的时间，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礼拜的程序，帮助大家伫每一个程序中间，毋干那了解伊的意义，也会当尽力来服侍上帝、敬拜上帝。礼拜是啥物？礼拜有真侪无共款的定义。若照教科书顶面所讲的礼拜是安尼讲，礼拜就是咱信仰的团契，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疼甲救赎，伫圣神的引带下面，咱来到圣殿，用咱的话语、用艺术、用音乐、用上帝的行为，借着耶稣基督对上帝敬拜、感恩、懊恼、认罪、恳求。而且对宣扬上帝道的信息、甲公义的挑战，立志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是教科书内底对礼拜的一个定义。对这个定义来看，咱知影礼拜是兄弟姊妹的团契的组织。咱的组织是因为上帝疼甲救赎。顶回牧师已经甲大家讲过，若毋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咱每一个有罪的人，咱其实是无够资格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朝见上帝。有罪的人记得上帝是应该受刑罚，应该受审判，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伊为咱牺牲，洗清去咱的罪，所以咱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甚至咱也个会当甲主同坐道，来食主的圣餐，甲主有亲密的交陪。所以礼拜是一个恩典，是一件严肃的代志。咱要真重视伊。而且礼拜是伫圣神的感动引出来的面，互咱会当照规矩来敬拜上帝。咱用所有的方式，无论是言语，还是艺术的表达、音乐的表达、上帝的行为，有人会举手，有人会拍扑啊，有人会鼓掌，有人会欢喜学乐上帝，用这款的咱全人的行为来敬拜、来感恩、来认罪、来学乐、来恳求。而且礼拜有一个真重要，就是爱真认真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信息，然后立志具体要将上帝的话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牧师要问恁一个问题：礼拜开始是当时？礼拜开始就是咱诗会者，用宣调开始，还是讲圣歌伫诗班用一个宣调诗做开始？这是礼拜开始，咱应该拢知影。礼拜结束咧？礼拜结束是当时？你毋通讲礼拜结束是等10点半要结束牧师祝祷了，礼拜就结束啊？毋是安尼，牧师的祝福是一个车遣，车遣大家出去了，爱将恁伫礼拜中间所领受的实践伫恁的生活中间，然后当后一个礼拜，咱来到上帝面前。听候宣调开始，咱顶一个礼拜开始结束，所以礼拜就是一直咧刷接礼拜。咱的生活就是一种礼拜，咱的生活就是回应上帝的话的时刻。咱有这款正确的观念了，咱知影礼拜是一个严肃的代志。伊大概会当简单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信仰团体的组织，咱透过组织要做啥？要感恩，要学乐，要认罪。第二就是上帝真道的宣扬，甲领受。咱就是要用心去听圣经牧师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或者信息去感化咱的心，去影响咱的生命。然后，第三就是咱要有具体回应，咱来立志，咱听咱上帝话了，咱来立志，讲要照上帝话来行，咱来奉献咱本身做工做盐来荣光上帝，受差遣去甲咱的生活中间为主做见证。所以礼拜就是分做这3个部分，咱若有这个明白了。咱来看今仔日要对大家讲的，就是礼拜其实就是来朝见上帝，尽力表现咱对上帝的听甲尊敬。伊是一件严肃的代志，所以礼拜的主角是啥物人？礼拜的主角是咱参与礼拜的人，咱在伫礼拜中间尽力表现咱对上帝的敬虔。尽力去听主，然后服侍当中是带领者，诗班，也是讲牧师的讲道，也是讲抒琴，服侍当中是帮助大家将咱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所以咱爱安怎互相配合，带领者爱甲被带领者中间爱配合真重要。毋通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譬如上款，
我恁分达拉，恁无跳舞，吼，我恁爱哭，恁无追星，吼，就是讲带领的人所做的，咱爱来配合。所以咱咧听圣歌队吟诗，大家咧做啥？毋是伫遐咧煮薰素。我讲今仔日，天哪噪音，吼，今仔日安怎，吼，笑了无倒位无好，吼，毋是安尼。咱是甲因做伙咧敬拜，伊是帮助咱唱出咱对上帝阿乐敬拜、恳求。所以咱圣歌队咧吟诗的时阵，咱着甲伊做伙咧敬拜。这真重要。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诗篇111篇，这是一首俄罗的诗歌。所以拄则书会咧读的时阵，第一句是啥物？哈利路亚！现代中文也不来翻做我们要赞美上主。其实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所以伊被称作哈利路亚诗，也就是讲聚会敬拜中间的俄罗斯。咱透过这首诗来思考礼拜无共款的听词伊的意义，来学习敬拜。首先无需要大家讲伫礼拜未宣调进前，咱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时间，是咱准备好家己来听候上帝降临的时刻。因为咱要来礼拜，咱知影礼拜是需要操练的。你若心思意念真乱，你根本都无法度专心去敬拜上帝嘛。所以你要先该准备好家己，将咱的心灵准备好，当开始敬拜一开始，咱就真容易进入甲上帝交陪，拄着上帝的敬拜。所以牧师有3项提醒，这过去有人拢讲过，即马搁要大家提醒。第一项就是爱提早到，提早到是安怎？爱将你的心，沉淀下来。因为咱有时阵伫咱的世间有真侪无用的代志，有真侪烦恼的代志，有真侪计划要进行。咱来礼拜时，咱就毋通受到这款的代志来搅扰。咱先爱提早到，坐伫遮安静落来，无互这世事开始搅扰咱。咱知影，咱咧做一件重要的代志，拢爱提早做准备了无？譬如讲，咱大多数的人拢有经历过大考，大学考试也是讲高中的考试。考试进前，因为咱考试分发到的考场，无一定是咱家己的学校，通常是别间学校。所以考试前一天，咱的老师也是讲咱的父母，得带咱先去咱的考场，看咱考试的所在。你是伫即间教室考试，你是可能坐伫倒一个位考试，附近倒位会当休困，倒位咧方便的时阵要去倒位，拢爱了解迄个环境了。咱第2天去到迄个所在，才袂惊吓嘛，才袂紧张嘛，才能进入迄个考试。而且第2天搁爱较早去的，对无？无人讲要考大学联考，时间到较去，无人安尼嘛，拢爱提早去嘛，提早去做准备。互咱的心袂真惊吓，袂安尼真匆忙，互咱会当安静落来。所以咱即顿是10点半礼拜对无？咱至少10点20，牧师拢会伫遮带大家做伙祈祷。你10点20，你就提早来，互你的心先安静落来。咱来遮听候上帝嘛，听候就是爱较早来的，这是敬拜的准备。要准备啥？准备安静心嘛。就是咱来伫遮做祈祷呼求，求上帝帮助咱安静心。
咱有时吼有一个真无好的习惯，就是咱来到圣殿内底吼，看到认捌的人，咱就想要甲伊讲几句话对无？就开始开讲啊，吼，开讲吼，第一你会影响你家己，第二你会影响对方，吼，所以你若有即款习惯的吼，无事来苦劝，你毋通甲迄个做好的人坐做伙，吼。你着遐坐伫千份人的边仔，你无就是要安静咱家己嘛，吼，咱就准备好，咱对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安静心，吼，你嘛毋通去甲人讲话，影响别人，吼，因为咱知影过去咧上课的时阵吼，咱上课的时阵，咱若伫下骹头讲话，吼，还是讲伫遐头传字条啊，老师会安怎？老师会生气嘛？老师看到会生气嘛？其实我目睭无好啊，耳孔嘛无好，听无啦，但是上帝听有。今仔日咱伫遮敬拜上帝，上帝是咧看咱敬拜，上帝知影你咧做啥。你若想讲我甲隔壁讲一下话，交陪一个，交陪迄是礼拜，咱礼拜。牧师祝祷了煞，咱出去会当亲睦交陪，这有一个时间。咱来到教会的开始，咱就先安静心，呼求上帝。准备心就是互咱的心安静。真正开始敬拜时，咱就真容易进入迄个敬拜中间。第三项就是咱来开始将咱的焦点对家己转向上帝。用较无的心来帮助咱，亲像做事的人安尼讲，伊讲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听候，我也要仰望伊的话，我的心听候主，赢过收惊，听候天光。过去古早咧收惊的人，因听候就讲赶紧天光，天光了，因的工作就结束。因就是足较无迄个天光的时间赶紧到。咱伫圣殿内底，等来到教会，咱安静咱的心，然后咱用种听候的心，听候上帝，甲咱有交陪的时间。咱像一个囡仔吼，爸爸出门去，伊徛伫门口伫遐听候因老爸要转来，老爸转来的时阵，囡仔就赶紧走去啦，老爸揽的。甲老爸有一个亲密的沟通，咱就爱用这款的心态，较无的心态去听候上帝伫咱的中间降临。所以咱就爱用提早到，安静心，用较无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祈祷，讲主啊，请你帮助我，感动我，互我今仔日会当进入真实的敬拜。你若特别拢会当安尼，你来试看卖，你一定会当伫礼拜中间得到更大的感动，得到更大的祝福。来，接续，咱来看礼拜的开始。礼拜开始就是宣调，宣调诗会用几句话，还是讲用一个金句？诗班的用一首短短的诗歌，呼调提醒咱。开始要礼拜因为你已经准备好啊嘛，你咧听候迄个时间，迄个时间来的时阵，咱就精神就真好，因为诗会啊诗班提醒咱礼拜已经开始，咱来更较专心进入迄个礼拜。宣调结束了后，咱通常拢会吟一首诗歌，咱对遮所读的经文讲。爱俄罗上主，我爱一心一意感谢上主，伫伊正直的子民的聚会顶面感谢伊。所以咱就开始要感谢上帝。有时阵诗会会带咱祈祷，感谢上帝，用言语；有时阵咱用言语讲袂出来感谢的时阵，咱就爱用诗歌，用诗歌。表露出来，咱心中对上帝的感谢甲懊恼。所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在吟圣诗的时阵，请大家一定要用一种真尊敬，要将你心中迄个对上帝的感谢表达出来的方式去吟这个诗歌。牧师来请教，如果有一个人对咱有足大的帮助，对咱有足大的恩惠，你要起来说多谢，你拢会安怎？你敢袂讲去甲伊面前讲来，多谢你，多谢你，安尼简单尔，白嘛？你会尽可能讲，我要将我心中对这个人的感谢表露出来嘛？你一定会讲出者心中的感受嘛？你会讲我实在是一件若无你的帮忙我真正是亏损足大，我说真感谢你好佳再有你的帮忙。你一定会将你心中的迄个感觉一直表达出来，互伊会当感受到嘛。上帝互咱遐大的恩惠，伫一礼拜中间互咱遐大的照顾。咱咧唱诗歌学落伊的时，清清彩彩、马马虎虎，安尼敢袂使？咱一定要借着诗歌，将咱心中的迄个对上帝敬虔、对上帝感谢来唱出来，来表露出来嘛。所以用敬虔的态度，用感谢的态度来吟出这个诗歌，是帮助咱来敬拜上帝。所以拄则讲过，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就是爱表露出咱心中的感谢甲懊恼。所以咱透过语言，透过诗歌，亲像保罗所讲的。用诗章、上词、连歌彼此对讲，口唱心和学落主。口唱心和就是你嘴爱唱，心爱有动意。唔通口是心非啦，你嘴唱出来就是你心所想的。所以你爱努力，爱将你的心意拢对上帝表露出来。这是咱吟诗歌的一种态度。接说，像咱伫圣礼殿进前，咱拢有信仰告别，对无？信仰告别是啥物意思？咱主要所读的经文中间第20到第9节，做诗的人伊拢咧学了上帝。咱若详细去读，或者再来读，伊咧讲上帝伟大。其实对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伊体验到伊的上帝是安怎的上帝，就是咧讲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嘛，就是咧告别伊对上帝的信靠，告别伊对上帝的尊重，告别家己的信仰。所以伫咱礼拜中间，咱嘛爱有信仰告别的时刻。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即个第9节，伊讲。伊救赎伊的子民，甲伊立永远的约，伊神圣可畏。这个约这中间所讲的这约的观念，就是信仰告别的内涵。所以咱会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别。咱的告别，咱所信仰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救赎咱的耶稣基督，是。感动咱、扶持咱、带领咱的圣神上帝，咱所信靠的上帝，伊会为咱的生命带来做赦免、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所以，咱用安尼一种信仰的告别，表达出咱对上帝的尊重，表达搁一遍坚定咱甲上帝的关系。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咱透过信仰告别，明表咱的角色、甲责任，以及爱将信仰告别落实伫咱的敬拜甲生活中间。伫敬拜甲生活中间，不断去思考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今仔最后一段牧师要甲大家讲的是这个启应。咱伫礼拜中间有一个听词叫做启应，
我伫爱话读新学院之前，我根本都毋知啥物叫做启用。启用到底是啥物货？特别是我当去教会的时阵师会拢讲，咱即是来交托启用文。我听毋捌交托是啥物意思？我想交托就是交一项物件来交托互伊开启用，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开叫做交托启用文。到尾较知影是交托啦就是讲我读一句，你读一句叫做交托启用文这启用是一种方式伊是礼拜中间的一种方式就是敬拜的人雕记上帝的时阵用唱的，还是用讲的同心呼应的一种方式启用的内容会当安那启用的内容会当用来学乐，会当用来感谢，会当用来认罪。像咱今仔的启用文，就是一个学乐上帝的启用文。保罗安尼讲，就用诗章、颂词、连歌，彼此对讲，靠唱心和学乐主。彼此对讲就是启用的方式。我唱一句，你唱一句；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咱知诗篇中间有一部分的诗歌叫做咒驾的诗上行之诗伫个诗篇后壁面的所在这咒驾的诗是啥物货？伊要去以色列人，伊要去雕记上帝时，要去圣殿的时阵迄路是安尼咒驾的路所以因会安尼组织做伙，大家做伙要去圣殿雕记上帝的时阵。因会用一寡诗歌互相鼓励，这种鼓励方式通常是用启用的方式。譬如讲，咱若看诗篇121篇，就是启用的诗歌。一部分人还去头前的人先唱讲我要行北五山，我的帮赞是对倒落来。然后后壁的人来回应，讲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用安尼互相对唱，彼此鼓励伫咧咒驾的时阵，就一步一步到圣殿去敬拜上帝所以这是一种启用的方式。所以启用会当互咱伫礼拜中间更较活泼，大家参与更较济所以启用的时阵，咱嘛袂当清清采采启用就是咱用一种真敬虔的态度，当师会念一句，咱伫用另外一句来回应师会所读的，这就是启用。咱今日想要讲到这，后壁就是咱敬拜的中心，有关上帝话的分享，咱伫后一讲，继续甲大家做伙分享。望咱能透过这款的学习。互咱的敬拜更较合上帝的心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互阮伫敬拜的时阵，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